你们想让我帮你们去作弊吧？不全是，比这个还要复杂那么一点点。说，我们想让您帮我们弄份试卷的答案。什么？你们想让我去帮你们偷卷子啊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廖老师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纠结了，这次要考不好，同学们压力都是很大的呀。夜里只有2个保安在值班，已经被我轻松搞定，估计现在已经喝醉了。至于邱主任办公室的门呢，问题也不是很大。哎，刘老师，邱主任的办公室情况怎么样啊？你们看这里，右边有3个柜子，除了这个柜子没上锁以外，剩下2个都上了锁。我想8成卷子应该在这2个柜子里。但是老师，这个柜子的锁怎么办啊？它又不是电子锁，我黑不了啊。啊，这次不用你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玉虎，好了，怎么样？就我这答案，保证你们每人都能80分以上。哎，廖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吧，我们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？廖老师，你就别瞎想了，这不都标明了吗？郁金香高中秋季学期第2阶段考试试卷。哦，那好吧，你赶紧去把答案印了，确保明天人手1份。嗯。请把考试无关的东西收起来，准备考试。廖老师，邱大奇的那份试卷根本就是假的，上面一道题都没考。这么说我们上当了？是啊，照这样我们都完蛋。这不怪你，那怪只能怪我。我不该带你去投机取巧啊。这是你们班这个月的考试成绩啊，继续全年级第1个第1。下个月可就期中考试了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